呢套房嘅業主非常急售哦，4房2衛3個陽台咯，非常通透對流咯，地板業主都換過新嘅嗬，牆啊乜嘢保養都非常好，現業主買落嚟90幾萬，冇包家私哦，你看你睇廚房又咁大，要定廚房，2、3個人做飯都可以，包括廚房同第2個3個陽台，業主做啦風霜俾你嗬，所見即所得，家私電器全部實現啊，哦。你睇，雖然係新樓，但係洗光一啲都唔沙嗬。業主封咗陽台啊，呢度都花咗2萬左右啊。睇1樓啦，小 K 花園嚇，所見即所得，低萬家私家電全部實木家私家電啊。而家總價只需要58萬8啊，建築面積143平，3房1A房，2個洗手間間10分嚟，每個房間都會夠大，都係實木家私，用窗戶啊通透。你睇細光一啲都唔沙，呢個房間都有。呢個子用房，低埋洗手間，一個套間嚟咯，仲低一個大嘅3個陽台啊，非常舒服。隔衣櫃、床乜嘢都俾你定製好俾你，仲用空調。今日睇睇今日天氣唔係好好，睇小 K 認領景觀1樓，人家花園種咗水果花手啊。呢套房位於12年1期，光上海生活非常方便，行路2分鐘就係海邊游泳、游水免費咯，就係市場買菜市場啊，仲有交通中心1期咯，即係生活非常方便，適合養老啊、度假啊、一家人常住啊，北方朋友過冬都好 OK。而家真係好平，58萬8，就拎包入住啊，即買即過戶。有興趣約我12年真姐過嚟睇吧，拜拜。